你嘅小妹儿捉定阿邊個嘅衫褲，慳啲眼當嘅平頭，讓起來有個性，看起來怎麼樣有個性？來看看選項。第一隻，久固穩固的意思。第二隻，順良是個性很單純善良。第三隻，妥當穩當的意思。第四隻，傲慢就是之前提到過的十分、相當、非常的意思。看起來怎麼樣？相當有個性。在了解4個選項的意思後，我們這題的答案就是顯示。我們來念看看這個句子有沒有順。你嘅小妹兒捉定阿邊個嘅衫褲，慳啲眼短嘅平頭，讓起來傲慢有個性。第4題，樣板嘅填詩，你做乜嘅弄定來？5溜到屋下，熱，打叫唔出門，2叫嫌悶黏，3打屁惡叫禪，4叫陪火茶。你提示題出街卡有潛圖，第一隻打叫唔出門，嗌到聽到有廣告咧，就表示填詩唔係當好嘅意思。第二隻叫嫌悶黏係乜嘅意思呢？就係講唱歌一種啫，因為叫愛嫌悶黏嘅細節就係用到幾個啫，所以你係唱歌一種啫。第三隻打屁惡叫禪，乜嘅意思呢？就講啊，有時叫啊都有咧。就到主人嘅墳頭定來定去，呢隻細節係主人打一隻皮卵，本呢條狗皮到，就會搶有食到東西。你就得用法語來解釋係講一些不實際的話來敷衍它。第4章呢，狗陪火茶，你就想象一隻狗對着火車狂吠，會發生什麼事情？徒勞無功，就乜嘅功效都冇，創冇。所以第題嘅答案就係選一，打叫唔出門。讓幾隻題目來測驗，打叫唔出門嘅填詩，你做乜嘅弄定來？5溜到屋下。